党外在野大联盟今仔日举办成立大会，这个发起人也就是前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，伊强调讲，这毋是为着大罢免的活动才来成立的，是希望讲以党外的精神来守护民主。也那民进党是批评讲，党外这个词互因乌白乱用，根本就是瞎查天花刀。 前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宣布组成党外在野大联盟，11举行成立大会，希望集合在野力量监督执行，包含中兴议议事陈培铁、万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玉林、拜女国文老师吴桂枝、馆长陈志汉，拢伫发起人名单内底。不是专门为了大罢免成立的啦，因为我们不想要只成立2个月。我们希望在未来这关键的3到5年，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，看到美国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民主这么的脆弱，随时会瓦解，随时会倒退。组成在野这个党外大联盟，它的目标绝对不是只有就反制大罢免了。不过大罢免倒可以变成党外这个在野大联盟的第一场战役了。 马上就到了，7月、8月可能马上到了。郑丽文强调，想要用党外精神守护民主红线。对了人目前伫中国的馆长陈志汉透过娱乐影片表达支持。民进党提委张启凯、麦玉珍也到场收听，不过活动会场也发生插曲。有一个穿黄衫查某人举手帮创一笔抗议，然后和工作人员撤离会场。抗议卖台主张，反对铁公集团。如果 党外的这些人士们，地下有知的话，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恨跟失望的哈。既然有人滥用这样的一个名词，刻意的想要去营救这些毁宪乱政的蓝营的大罢免的立委了哈，我们还是要强调，这些周边的都不会有效果的。立委批评滥用党外名词，质疑是为大罢免添火，调影继续互呛，后续的效应也引起关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